乡亲啊，这3天国庆的连假，南部甲北部的天气差真多哦。这个北台湾吹东北风，天气湿凉，阁时不时会落一寡沙沙啊雨，低温21度。中南部真好天，也毋过日时暗时的温差到有10度遮尔啊多，都要注意套衫裤。另外要办国庆烟火台南市，天气稳定，看烟火无问题。无高温，免惊着沙，也毋过有落雨，所以讲去拜年爱穿雨满。工作人员赶紧大布棚。总统府前的中华民国的生日宴会有贵客，嘛有不速之客，因为有雨来伫斗闹热，因为台北风北部国庆连假一落雨。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，尤其宜花这些地方，降雨状况来说可能会稍微持续。天气上来说也是以阴天为主，整体感受湿湿凉凉的。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多云至多云到晴的状况，就可以上看32度、33度左右，所以中南部日夜温差可以达到8度以上。夏天夏地，南部未落雨，台南的烟火会使好好啊放。国庆3天连续的假期。北部一落雨，气温21度；中部有出日头，2度到32度；南部嘛是好天，23到32度。也毋过日夜温差会差不多10度。东部3、5时会落雨，气温是23到29度。所以讲中度风台冲锋往日本过，袂影响到台湾。也毋过沿海地区依然都爱细日有长影，若伫海边也是从事海上活动爱细日。